啱完成咗新葵興花園呢個480尺嘅單位，究竟有咩特色呢？呢個單位咧最大改動咧，我就將廚房呢幅牆咧就拆咗，令到廚房咧融合埋個飯廳一齊，令到地方更加好用嘅。一般啦，女子廳嘅單位啦，飯廳普遍咧都會比較細少少嘅。咁如果將佢改咗開放式廚房咧，就會擴大咗飯廳嘅效果，咁望落去咧就更加大。屋主比較喜歡日式布屋嘅感覺嘅，咁所以呢間屋嘅用料啦，由木紋地磚直接訂做嘅傢俬咧，都會用咗呢一啲嘅主題嘅。呢度咧改咗做房中房嘅設計，將原有走廊咧就縮短咗，令到間房咧更加實用。另外咧，主人房咧就加建咗地台，用咗橡木皮嚟做呢個